中国山东号航空母舰甲所属的护卫兵力编队，昨昏经过台湾海峡，这是山东舰服役以来第2摆。国防部长严德发甲参谋总长这个黄曙光拢进入衡山指挥所坐镇指挥，嘛派出6台军舰加8架次的军机专程监控，判断这个山东舰是落难训练情形真单纯。 中国山东号航空母舰伫昨经过台湾海峡，这是服役以来第2摆。公布运用联合侦测系统，唔敢放松。龙泽那边20号那天的时候，他是通过我们的应变区，其实我们派了有6条舰船，还有8架次的飞机做全程的监控，一直到离开我们的应变区。 山东号是中国第2台，嘛是头1台自制航空母舰，17位大连出发落难，20甲4台所属的护卫兵力经过台湾海峡。是讲美军的马斯廷驱逐舰18暗时才通过台湾海峡，山东舰昨搁对咧通过台海局势，敢若无啥平静。其实我们从之前他出港，我们就一直掌握到了。他现在经过台海，我们预判他到南海去做一些航测，还有一些航训啊，很单纯。 外界判断，山东舰是要去海南的3亚科尼加空情况2车攻击舰对抗演练。另外一个航空母舰辽宁号，敢会卖经过台湾的边啊？目前辽宁舰我们掌握它没有这个跟着南下的征候，但是我们会持续的密切的关注。有关潜水舰的构造，最后一项安区装备，也就是舰道系统的整合，听讲这礼拜会有关键的进展。 国防部强调讲，只要收到美国方面的通知，就会对外说明。